欢迎收看《代志挂大条》，我是杨淑晴。这回来关心台湾文化语言加在地知识发展的大代志。台湾庙会活动祭典仪式，常常听到热烈的鼓声，但是嘉义有一个真特别的鼓团四班子，拍的是非洲鼓，甲别个非洲鼓团无同，团长加入家己的创作，和制造强烈的鼓声出现旋律甲武器歌词。一首一首唱入心肝，唱出生活的歌曲，也互因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。透过镜头来听因的鼓声有偌特别。伫台湾不时会当听到鼓声。鼓声若响，可能是庙会咧人师，也有可能是开工开业。热烈的板聊鼓舞心情。不过，这团的鼓有较特别，是来自非洲。欢乐的节奏，大家鼓声斗打。来自嘉义的四班子乐团，是2005年江贵宏参一场嘉义非洲鼓的朋友做伙成立。除了世界表演，也开课程教学。不过，一直到2009年，江贵宏出国进修非洲鼓，去当地一抓，才真正看到非洲音乐的精神。去非洲一届，互我感觉因的拍鼓的精神，甲足侪人做伙你做一件遮趣味的代志，迄种感觉。一方面，阮四班子就是这种感觉嘛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你看因定在唱歌吼，每一个都像极致歌王张帝。啊，你一开始听无，你拢叫是伊唱足严肃的歌，到尾你问互清楚了，你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因拢是唱因的生活。为非洲转来，江贵宏开始思考创作这件代志。伫鼓声节奏当中，江贵宏开始加入歌词，而且就用家己的武器创作。你伫庄脚吼，你伫庙埕咧表演吼，其实阿公阿嬷无你管你舞跳偌好啦。因就感觉讲这物件就是那高山你人咧，你是要安怎，互大家感觉讲你的物件是甲因有关系，因听有诶，因感动诶。阮一出门，其实听的，其实伫咱遮讲台语的听，你平常时接台语比国语较济。四班子2015年推出头一张创作专辑《遐个非洲人甲我的代志》，内底有7条台语华语的创作。这张专辑入围2016年金曲奖参金音奖各强4个奖项。2020年，搁再推出头一张全台语创作专辑《恰卡新书》，也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。入围金曲奖这件事情，我是真的很意外。阮这个人根本甲流行这2字堪无任何关系。对，阮就伫遮咧生活嘛。啊，一般看歌星看啥物拢是电视啊，无就网络啊。啊，你袂感觉讲有一天你会变做所谓的艺人，一上通告什么的。但是这个也好，就是我趁录第一张唱片的经验，我去开了我的眼界，我们团都开了眼界，知道什么叫做进录音室。然后，尤其是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减法来面对我们的音乐。将非洲鼓的文化结合台湾本土元素，唱出讨海人、做田人的牛人精神，也拍开台语歌曲的新路线。一天一透早，江贵宏参团员开始准备器材，无闲把非洲鼓搬去车顶，因为今仔日有一场真重要的演出。我等再放上去，你木琴再放上来，直接插进去了。OK， 就插进去吧。然后我那个架子，开广湾内去3条轮，就云林，然后应该是我们疫情之后的第一场表演，所有团员都已经去那边等。待会因为我们要赶彩排，大概8点10分彩排。今日阮会演唱4条歌，有2条是阮疫情这段时间
创作的新歌，所以大家较过来让听看嘛。因为疫情，4班子已经3个月过无正式表演，团练时间也受到影响。今仔日的新歌发表，团员的心情是紧张佮期待。我们从，还有我们讲讲，从头跑。这条新歌吼，我即马有加3个吧，是新歌才有加入来。以前旧的专辑完全拢无，嘿，所以这个乐器对我来讲是新的，所以手势无啥共款，嘿，就会紧张。新歌嘛是会紧张，过来就是这对我来讲是新的乐器。4班子的表演场800款，可能是互我表演，是来演给听。嘛捌伫庙埕、车路边，今仔日伫海边啊，要用热情的鼓声带动全场的气氛。海伫遐咧等我，海伫遐咧等我，海伫遐咧等我，海，这款的热天人，真正互人压榨。连要行去外口买一杯凉，嘛笨蛋袂简单。虽然久无公开演出，不过成立10多档，团员早就真斗大。上台的专业表现，互人想袂到，其实因拢毋是全职的表演人员。落台收工了后，有人过长工爱回去学校教册，有人是物理治疗师，有人原本咧耍摇滚乐，因为非洲鼓。甲大家为四面八方看做伙。当初我家己第一成立的团是算一般的迄种摇滚乐团，嘿，摇滚乐团啊，所以迄阵因为想讲要耍一寡较无共款的物件，所以想讲要加迄种非洲鼓的物件入来。我认为讲耍乐团上好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其实伊是咧要学习甲人安怎配合的一个过程安尼。甲团讲究团体合作，减一拍加一声拢袂当。但是内底上接出状况的人是伊。上好出错就是团长啊，因为伊就过海，人来疯我，观众愈侪伊就会吹愈紧。啊，伊吹愈紧，阮就一直爱甲对好调安尼啊。太搞出彩了，团长。我感觉家己有办法。来，拍谁丑一？你有看到台上主唱自己唱错把音乐卡掉啊？快请备，我上山啊！那个摄影师啊，到时候从那边重剪啊。因为无伊主要歌拢是咧拍较济，嘿，所以如果若拍唔对，嘛是较济。互相吐槽的好感情是斗阵10多档培养出来的。对团员来讲，4班子这个大家庭有温暖，有快乐，嘛是一个充满可能的舞台。敢若家己的亲人共款啊，因为阮大概拢10档以上，熟在10档以上啊，嘿啊，好诶歹诶，冤家欢喜诶拢有啦。我感觉我是一个足爱表演的人啊，因为参加这个团，阁有足侪机会使表演，所以我感觉我足介意的，嘿，对。有一条歌叫《无影》，迄条是我写的，嘿，主要要传达的就是讲，咱一般人定定咧讲无影变成讲一种借口，安尼就无啥意义啊。我是感觉讲，我们生活中还有真侪需要注意的、需要珍惜的物件，袂当讲就是用无影这个借口，然后去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给忽略。
把生活参表演甲做伙，团员的感情可比是亲人。有人讲戏班子何必真重，但这就是因的开口，用真心拍出土地歌声，也唱出生活的心声。教鼓是家己一方面，家己的专业嘛是拍鼓，嘛是兴趣，嘛是希望讲学生会当透过拍鼓会当感受我的快乐。戏班子伫台顶演出充满音乐魅力，但落台后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身份。亲像团长江贵宏本身是国校的美术老师，也会伫学校教学生拍非洲鼓，甚至连续10天去阿里山的达班国小教拍鼓，望囡仔自细汉就有机会接触音乐，累积古典艺术的经验。江贵宏的生活中，除了歌声，也有上下课的精声。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人的脸去抓五官。我打成绩很简单呐，假画乙，对不对？我到时候把乙的作品拿出来看，然后把乙叫出来，很像98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开始动作。我其实是美术出身的啦，我大学是读美术的，所以伫学校其实我咧兼美术课。最近我咧兼组长。教鼓是家己一方面，家己的专业嘛是拍鼓，嘛是兴趣，嘛是希望讲学生会当透过拍鼓会当感受我的快乐，所以我就伫学校开这个社团。江贵宏为国中开始读美术班，大学读台北师范学院美术系，毕业了后，真自然就开始教册。后来杀到非洲鼓，也开始将非洲鼓引入校园，透过音乐参艺术，培养囡仔的创作力。5、6、7、8。可以，好，这是嘟跟咚。一步一步教学生拍鼓的手势参歌声的变化，唱歌嘛是上课的重点之一。我们先教唱歌好不好？心就放互开，唔通想计较。目标遐尼远，咱就做伙到。欢喜就跳舞，感觉家己拢袂老。我继续唱落。歌声一道，学生开喙唱的是台语歌。江贵宏虽然教非洲鼓，但是无爱囡仔唱非洲歌。伊讲囡仔知影家己咧唱啥，安尼才有意思。这几档吼，我伫每一档我拢会编1-2条新的台语，无就是国语的歌曲。唱非洲歌，你会当1条2条，新鲜感嘛。可是如果你有些学生要跟你学5、6首，很多非洲歌他根本就没有共鸣，伊唔知伊在唱的是啥，伊也唱的是家己的母台语，家己平常时厝里都咧讲的，你就慢慢解说啊。你就家就知影你唱的歌是啥。江贵宏除了教音乐，嘛望文化语言的传承卖长紧，用上自然、自在的方式，互囡仔使用生活中的语言。快乐的歌声，自由的感觉，认真地过生活，就是咱一群人。你头先刚咧教我画，敢有？有，你要去倒啦？老师唱的台语歌，敢听有啥物意思？敢有人会记头这个歌词？有吧？无人啊！等下搁要拍鼓好无？好吼。win卡斗阵来起鼓。江贵宏培育在地歌手，校园为国校啊到社区妈妈拢有。尤其也连续10天，利用假日去阿里山达邦国小教学，2点外钟的山路是创作思考计划的好时机。这个开车的过程吼，你会想做这代志，包括音乐创作啦，然后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计划，你未来想干嘛？其实我很习惯开车的时候会想这些事情。恁感觉经过遐
迄段路，为阮兜出来啊，至阿里山，我的风吹残阳就是这条路安尼下出来。一个月上山1摆至2摆，10冬来拢无登过。江贵峰笑讲，其实切切来看，一学期嘛干那8节课，无想的遐忝。不过伊的宝贝，这台车的保养就袂当凊彩。但是我的车保养就爱定去保养，因为迄个保养厂咧讲奇怪，你啊顶礼拜这无偌久进前下来保养，那讲你那车子都5000要保养嘛，还有我就开几趟之后变高清。拢头有人开到高清才保养的。伫车内开讲，沿路有美丽风景通看，搭配悠来海气的新车，2点钟就安尼过去。头前这间就是达邦国小。教室内底学生早就准备好势，上课进前先来一首达邦囡仔的拿手歌曲。你们最熟是哪一首歌？螃蟹歌来，螃蟹歌打一下。太熟了，太熟了，要打好啊！太熟了，来，我不相信呐，你跟我讲熟，我都不相信了，打出来再说，来呗。山顶的囡仔参山脚的囡仔同款，唱的拢是家己的母语。透过拍鼓结合土地文化，透过拍鼓启发音乐兴趣。亲像这2位已经为达邦国小毕业的学生，假日有闲的时阵，也是会返来上课。1年级开始学，现在国2，所以学其实蛮久了。很爱有关音乐的东西，就是他会。打他的时候会让我放松，也学蛮久了，然后想说毕业就没有回来打的话有点可惜，所以就有时间的话就会回来打这样。江贵峰10冬前因为营队活动来达邦国小甲非洲鼓，发现台湾原住民文化参非洲文化有一部分真相像，开始思考如何用非洲鼓的节奏，让达邦表现出造作的文化特色。老师的做法就是说，他把这个节奏交给小朋友，然后呢，我这边会思考有哪些歌曲是可以来融合，跟他比较搭嘎的，我们就把那个周族的歌谣配上去，有可能是古谣，也有可能是儿歌。刚刚不够好。5、6、7，扣。可以培养小孩子的那个耐性啊，耐性，尤其是忍耐。他因为打的时候，刚开始学真的很痛。那刚开始学，其实小朋友就会去跟家长说：“我不要学了，因为手真的很痛。”然后其实好几次我们都遇到这个状况，但是还好家长其实真的就是还是让他们来学。那其实到最后就是会有学习上的成就。一个月1、2节课的时间无算多，但是已经有够互囡仔学习音乐技巧。学生即阵毋但有法度唱出部落的歌曲，也更加有自信心。江贵峰甲拍鼓10外冬的时间，有的囡仔自国校啊拍到大学，到今也继续在拍鼓。嘛因为拍鼓拍出一个大家庭，逐礼拜固定的团练是大家上珍惜的时间。第3边鼓声响，就代表4班子热烈起鼓。去拿椅子吧，架一架。来，我先说，待会我们先练传统的连同舞蹈。成立10外冬的4班子团员平常时无闲工课，但是每礼拜1暗时练团的时间一到，大家自动集合。今日是拜1，嘛是阮逐礼拜练团的时间。我拢因为阮4班子为组团这10几冬来，拢是每礼拜1暗时，大家聚在这个总部这边练团。今仔日练团的团员有加一寡青训兵，不过大家拢真实手，找到家己就定位准备。阮有为云林来啊，为台南来。阮今年因为阮有一批囡仔，已经为囡仔拍到大汉，考了大学啊。
啊嘛有考，即马大二的，嘛有出去做工课，啊今仔拢转来。一开始国小2年的时阵，就是拍趣味的尔，啊老师叫我出去表演嘛，啊表演就感觉嘛真正有兴趣啦，啊就为高中嘛、高中即马大学嘛继续拍落安尼。国小开始是讲一个兴趣啦，嘿啊兴趣啊后壁就是讲这个成就感愈来愈悬安尼。拍鼓就是训练节奏感嘛，啊即马要学啥物乐器就较简单啦。在国中的时阵有淡薄会叛逆啦。啊，想讲就想要做家己的代志，真足爱耍的，真正，嘿啊。爱耍到什么款的程度？爱耍到什么款哦？就是，无啦，国中后壁国中就是甲朋友去耍啊，偌踅啦，嘿，就安尼啦，嘿啊。每礼拜拢会大家小借问，你即礼拜过得安那啦？哪有啥问题，咱会当来瞧啦，安尼，嘿，所以阮的感情是拢足好的。就是你嘛最爱甲团员开的吼。啊，开是一定的，开才会留会条。江贵宏讲，四班子集团一路行来过程真无共款，求朋友、学生加入，求时间练习。若有机会，就邀请非洲的艺术家来教课，让团队有多元的文化刺激。我会去找几个阮足介意的非洲老师，因为非洲有足侪艺术家，我都不喜欢称为他们是鼓手，我喜欢称为他们是艺术家，因为伊可能一个人做到拍鼓的，做到跳舞的，做到拍木琴的，他甚至很会编曲，全能型的。这种老师我平常都会去认识。那只要我有能力，我都会请他们来。啊，嘛袂去倒位，阮就住新港。非洲鼓表演的形态有真侪种，鼓声加上舞者，会舒适加联欢会。团员当中，其实有一位舞者是江贵宏的太太李冠文，也有李冠文的姊妹仔，因除了爱跳舞，也有另外一个兴趣。阮某咧，有咖啡无？熟悉问到今日店内，这是李冠文参3位姊妹仔做伙开的甜露店。平常时因唔是练团，就是伫店内。哦，足久诶，超过8点钟，超过12点钟吧。李冠文参姊妹仔同齐研发甜露料理，江贵宏就是最佳推销员。规个伙仔共心，乌头也会变黄金。江贵宏支持太太李冠文的梦想，伫非洲鼓这条路，李冠文也是江贵宏上温暖的力量。伊安尼有伊家己的梦想，想要去完成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而且就很特别啊。就是你找有几个人会当唱安尼，你阁有一个真好的头路，啊，即马有你有余力，阁会当去发现另外一片的世界。四班子这几档多元的音乐表现，哪来哪受到关注，但是意见也会缀来。看起来真可惜的江贵宏，其实有咱看袂到的一面。那伊若po啥物文，人会看啥物甲我留言，伊就讲你看迄人讲啥？我讲有吗？伊敢有讲安怎吗？伊意思毋是安尼吧？啊，他就很不爽，我就觉得搞啥？李冠文笑讲，江贵宏的个性有淡薄仔像囡仔，情绪真紧来，也会真紧去。我真正足佩服伊有法度带着四班子乐团10几档这个代志。早期他可能和以前的团员有挂什么争执啊、意见不合，或是团里面有什么事情，有时候我感觉讲啊，那教练呢，那咧带落，我看应该是差不多啊吧。嘿，算袂落去啊吧。
结果因为伊就是有法度人对伊的意见，还是啥物批评，伊拢会当真紧就袂记哩啊。啊，再就是我感觉伊嘛是，伊若真正是咧爱一项代志，伊就是会认真去做啦。就像莫名其妙，即摆已经咧想第三张的专辑，吼。莫名其妙，我今天发表。他说我不是莫名其妙，我是就认真咧做。嘿啊，就是，嘿，伊就是逼制作人面对。专注，很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，啊，他也不会管说我在旁边瞪他，还是说现在是一个上班时间还是什么的，伊嘛是用伊家己有的时间去，对，去很抓紧时间去做那些事情，就像我讲的，伊行路的开车，嘿，随时随地都在创作。不管是拢在创作，写的是生活歌、土地歌。歌曲体现出来的，也是四班子乐团上真实的面貌。所有的乐团哦，拢有家己的标签 mark。我是感觉阮就是想讲要互阮的团就是更在地一点。啊，这个也不是刻意的，是我们事实上阮都真正就做在地的。啊，无一定阮未来，阮即马有后一批的歌手搁起来嘛。阮下一辈的鼓手很多新移民的，越南的啊，泰国的啊，好。缅甸的啊，嘿，摩迪卡，阮未来阮就出，对啊，我们可能又出个，假设这些小朋友上来又继续待在我们团，他将来是成为我们团的另外下一代的主力，搞不好我们会出我们的跨语言又跨出去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啊，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一个多元民族的融合，它有很丰富的语言跟人。创作无应该归类伫做一种类型，未来接触到啥物，拄到新的人事物，拢有可能是创作的灵感。四班子的团员年纪、职业、身份拢无同，其实就亲像台湾有多元的族群文化同款。未来因会继续拍鼓，用鼓声、歌声造出台湾上在地的音乐声。因讲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啦，伊将伊看到的拢改写做游记啦吼，啊，才寄转来台湾民报发表。首先还有一部6天。上届出名的故事，那一定就是这条条点嘛。